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听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上帝你的祝福，会当互阮拢得到上帝你的看顾。天父上帝，阮恳求你的圣神来甲阮三角同在，通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通伫上帝你的保守内底，来得到上帝你的引带，嘛通互阮伫中秋假期的中间，游玩持守伫防疫的措施内底，会当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伫上帝你的带领中间，通平安甲喜乐。愿将阮教会摆咧伫主你的手中，嘛看顾阮伫筹备150周年，甲马偕纪念大楼重建的工程，仰望伫主你的手中，愿上帝你来看顾。愿将今仔日的礼拜摆咧伫主你的面头前，也恳求上帝你的圣神来甲阮三角地底，拍开阮的心，将主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中，来成做阮的准情。愿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，咱伫中秋连假的中间，咱游玩来领受上帝的信息。咱今仔日要透过马可福音书的经文来互相分享，互相来勉励。咱今仔日要透过马可福音书第9章27节到30节的经文来成做咱的信息。伫今仔日的经文，咱看见着耶稣伊来讲起着祈祷的这个代志。总是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，咱通看见着，其实这是一个真要紧伫马可福音书的一个记载，因为这是耶稣伫马可福音书赶鬼的最后一个动作，也就是对马可福音书第9章14节到第30节，咱通看见着有一个囡仔互鬼来附身。所以伫这个过程的中间，咱看见着这个故事，耶稣强调信心的要紧性。同时，咱嘛看见着门徒因的小信，无法度来将耶稣互因的权柄甲能力来发挥出来。所以，这个囡仔的老爸安尼来指出讲，这个门徒因是无教nghĩa的气力，会当来成做医病赶鬼的能力。所以，咱伫今仔日个经文中间，咱其实通看见着讲，马可福音书借着信心来说明祈祷是有权柄，会当赶鬼。所以伫经文的信息内底，咱会当看见着讲，马可福音书的耶稣，咱都再一次强调，马可福音书的耶稣。伊透过伊的工作、伊的侍奉，伊来启示伊的身份，也就是要去说明耶稣是弥赛亚，是上帝国的君王。那安尼，门徒应该爱伫即中间有信心来呼求，就那亲像马可福音书9章的24节，即个囡仔的老爸两边嗷叫讲：“我信啊！我所信的无够，你着帮赞我。”所以透过伫今仔日个经文，咱要做伙来分享，做伙来认捌。所以一开始，牧师要邀请咱做伙来看今仔日个金句。今仔日个金句记载伫马可福音书9章24节，马可福音书9章24节。咱台语先来读2遍，台语先来读3来。我信啊！我所信无够的，你着帮赞我。咱再来一遍3来。我信啊！我所信无够的，你着帮赞我。咱来看华语的部分。华语的部分
加安尼讲，好，华语的我们一起来念哈。闪琴，我信，但是我的信心不够，求你帮助我。好，再一次闪来，我信，但是我的信心不够，求你帮助我。伫今仔日个经文，咱虽然短短3节、27、28、29、30，总是咱做伙来看的时阵，会当看起着讲，即个囡仔互贵父亲是不止啊辛苦，因为咱若照经文的记载，咱通看起着讲，即个囡仔互贵父亲了后，伊面临去互贵之外的痛苦。那照圣经的记载，才安尼讲，讲即个囡仔袂当讲话，然后甲伊摔伫涂骹，咬喙齿筋，规身躯硬邦邦，真艰苦。所以咱会当看起着讲，鬼附身伫人的身上的时阵，鬼的作为是要来破坏上帝的创造。所以伫这个过程中间，咱通看起着讲，这个囡仔是需要被医治，但是耶稣的门徒却是无这个能力，会当来做这个事。所以若照圣经的记载，华语的圣经讲，耶稣的门徒是无能为力啦。哦，华语的圣经讲无能为力。若照台语的圣经，咱白话字的圣经的记载，则安尼写讲18节吼，18节，伊则讲，请你学生赶伊，也因袂话啦。吼，意思就是讲，因无法度啦，袂话，无能为力，袂话。咱若转来圣经的原文来看的时阵，其实咱伫希腊文的解说中间会当看见着讲，无能为力，或者是讲袂话，这个记载。这主要是咧甲咱讲起着耶稣的学生是无能力、无权柄，所以对着门徒这款的表现来看的时阵，耶稣表现出一个真无奈的一个态度甲心情啦。所以咱会当看起着讲，耶稣伫19节才讲啥？毋信的世代啊，我要甲恁待偌久啊？我要吞论恁偌久啊？带伊来就近我。耶稣讲这话，其实咱来看的时阵，其实耶稣伫这中间，若用咱华语的解说讲，叫做恨铁不成钢啊。因为安那呢？因为耶稣已经对第8章开始，已经开始来预告伊开始要往耶路撒冷行。伊要面对着被害死、甲割挖的这个过程，所以耶稣已经准备要往耶路撒冷来进前的时阵，嘛开始一步一步来将伊弥赛亚的身份来表现出来。所以对着门徒来讲，耶稣已经准备要离开因，总是这群学生犹豫安尼看头看面。无法度来理解讲耶稣到底伊的身份是啥款，所以伫遮咱会当看起着讲耶稣要离开门徒，却是因为时间性的紧迫，所以门徒对耶稣是误解，甚至是无了解耶稣。所以耶稣的门徒无了解耶稣，但是鬼知影。规本圣经内底，什么人上捌耶稣呢？鬼上捌耶稣。所以伫第8章，咱看起着彼得认出耶稣就是基督。伫第9章一开始，耶稣伫山上变貌，耶稣已经甲伊弥赛亚的身份显露出来的时，咱看起着今仔日圣经的记载，鬼看着耶稣，鬼看着耶稣。
两边啊，圣经才甲咱讲，鬼两边就安那呢？鬼互即个囡仔伫身躯安尼尿尿喘，互伊真艰苦。然后呢，伫即中间安尼伫涂骹伫遐安尼骨即个力拍在地上打滚，而且口吐白沫。咱会当看见着讲，鬼看到弥赛亚迄个属灵的征战，已经伫即中间来开始。所以当即个囡仔的老爸甲耶稣相拄的时，老爸的信心直接宣告耶稣来帮战。可见耶稣引带即个老爸的信心来连接伫人子弥赛亚，出伫即个信心的祈祷来经历着耶稣的能力甲权柄。各位兄弟，咱若照马可福音书对第8章即个27节才开始，一直看到伫第9章今仔日的30节。咱通看见着讲，经文的脉络，互咱明白耶稣的身份已经显露出来。当耶稣的身份显露出来的时，咱看见着彼得一开始就甲耶稣阻止，因为安那呢？耶稣讲伊要去面对着苦难，但是彼得甲伊阻止。所以耶稣责备彼得，讲撒旦退去我的后面。同款的意思，当耶稣来伫第2次讲起着伊要被害死、搁夹搁活的时，会当看见着讲，学生伫即中间来争论什么人较大。所以伫即个过程的内底，咱通看见着讲，耶稣的学生因对耶稣是误解，这是马可福音书一个真要紧的一个现象。耶稣的学生对耶稣是误解，所以耶稣的学生对伊误解的时，对着耶稣的期待，就出现无正常的一个态度，也就是野心。面对着门徒的野心，门徒对耶稣的认捌是无够，因为马可福音书的门徒误解耶稣，应该亲像大笔这种英雄政治性的弥赛亚。但是耶稣教导伊的门徒一个正确的观念，就是若有人要跟对我，就要看无家己。爱派十字架来跟对，所以马可福音书耶稣咧传道理的时阵，伊一开始就讲着悔改来信福音。门徒爱悔改，因为门徒因对耶稣的野心，爱悔改才做有信心。所以伫即个悔改的中间，会当互门徒会当对误解来进一步了解，会当互信心成做野心成做信心。所以进一步来讲，咱通看见着讲，这个信心是帮助门徒会当正确去认捌耶稣的身份，透过安尼会当互耶稣真正的身份，伫学生军队的中间更较清楚，因为伊就是基督上帝的囝。通过安尼，会当互这个信心定根伫上帝的国度内底，伫迄中间来领受公义、平安甲喜乐。所以伫今仔这个经文内底，咱其实会当开始去想，这个囡仔的老爸对耶稣有信心。耶稣教导门徒应该爱悔改，爱有信心，透过祈祷来医病赶鬼。因为这个老爸伫9章24节做一个真好的模范，也就是我信啦，我所信的无够，你着帮助我。代表讲，这个老爸比门徒更较认捌耶稣。
所以祈祷这字，如果咱若转来到伫希腊文来看，圣经的原文咧，甲咱教导的，就是讲，这个祈祷这字其实是甲信心有关系。这个信心是源于上帝的一个馈纳。所以今仔日耶稣伫遮讲的祈祷，就是爱对耶稣有信心，来去经历着上帝的大能。所以，各位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的圣经啊，虽然14节到第26节，咱今仔日无读这个经文，但是咱甲整个的经文规段安尼来看的时阵，会当去了解，讲耶稣伫30节才讲祈祷的意思，就是对上帝有祈求。老爸对耶稣的这个祈求，敢毋就是对上帝的一个祈祷嘛？透过对上帝的祈祷，会当互上帝介入伫这个囡仔的生命的中间，会当互这个属灵的征战来赶走这个鬼伫囡仔的身上。所以祈祷是源于上帝，是帮助咱爱悔改。所以对老爸用耶稣的祈祷来对比门徒对耶稣的误解，互咱来家己省察咱家己。如果咱的信心若无够，又搁怎样会当伫祈祷的中间呼求耶稣，求你帮助我？各位兄弟，信心的重点，互咱看见着祈祷的意义。进一步嘛，互咱对耶稣基督通有交托，会当去相信伊的保守。就那亲像圣诗118首所吟的福歌，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，若亲信我靠，会得伊保守，为保守所交托伊的，为保守直到迄日。咱的信心，互咱有祈祷，是代表讲咱对耶稣有了解、有亲信。所以，这个信息对咱来讲有啥物款的意义甲帮助？长久以来，对人开始会向敲找上帝的时阵，人就不断咧敲找自罪是真正的救主。因为人发现到家己真有限，特别对去年到今年，咱看见到新冠肺炎，甲全世界逐个国家甲人民全部来拍败。所以当咱看见到这个确诊的人数无法度完全清除，疫苗爱一波搁一波安尼咧注射的时阵，现实的问题咧甲咱提醒，嘛咧冲击咱的信用甲信心。所以咱看见到咱的实况，是咱人真有限、真无力的时阵，咱的信用甲信心被打击。也因为安尼，咱看见到现主时国家台湾的内部是充满真侪惊吓甲忧愁。所以透过这款的情形，咱转来到伫信仰的内底开始去思考的时阵，咱会当知影讲，有真侪人伫苦难的中间，犹豫毋知影自罪是真正的救主。所以，这个问题一直正做伫真侪人生命内底不断咧思考的要紧。也因为安尼，教会伫疫情的这段时间，就透过祈祷，引带侪人来学习交托，将家己所拄着遮个困难、遮个苦难。
会当因为上帝的大能来得到解决。其实对旧年开始，无论什么款的宗教，拢针对着人的有限性，伫即中间来提出真侪只的呼吁，包括信仰上的面临。伫教宗方济各的讲道中间，伫旧年伊就讲，伊讲人伫逆境的中间被看破人的软弱，在逆境的当中，我们被揭穿了我们人的软弱。所以方济各伊伫讲道的中间来鼓励侪人讲，咱爱祈祷，咱爱甲主呼求，甲上帝呼求讲：主啊，阮有惊吓甲不安，求你来拯救阮。主啊，阮有惊吓甲不安，求你来拯救阮。这嘛是咧提醒咱爱甲信心来连接伫耶稣基督。咱的祈祷是邀请上帝介入来克服咱的困难甲苦难。明年是咱教会150周年，一个真要紧历史的时刻。伫历史的中间，咱教会有真侪只的前辈，留下因的信仰来成做咱的模范甲激励。因为因的信仰带出信心，无论拄着什么款的困难，拄着什么款的苦难，因倚靠救主耶稣来克服这一切的艰苦。马介牧师对1872年的3月初9上陆起来淡水了后，伊对3月11开始对淡水出发，往南开始震动，开始行，行到差不多大甲溪的所在遮，日里到伫南投日月潭埔里，然后约4月初7转来到伫淡水。1个月的时间，伊看见到伫台湾有真侪只的挑战，面对着接续伊要伫即个所在做传福音的工作，有不止啊侪困难。包括伊的好朋友李修，嘛因为伫即中间，因为即个水土的不服，所以39岁就煞伊世间的劳苦。所以马介牧师伫伊的日记4月初7，伊安尼讲，伊讲：请你帮助我，上帝。今天我再一次与你立誓，就是痛苦至死，我一生也要在这片你所拣选的土地上，为你活，为你死。所以，请你帮助我，上帝。马凯牧师伫伊的日记来写这段，求上帝来成做伊的帮站，因为伊要伫台湾这个土地传福音，伊知影无遐简单，但是伊求上帝成做伊的帮站甲开啦。所以通过安尼，会当看起着讲，求上帝帮站，这是一个宣告，这是一个亲心的倚靠。因为当咱亲心倚靠上帝、交托给上帝的时，上帝一定会成全，互咱所交托的事来得到上帝的保守。伫150周年要来到的时阵，我真期待咱每一个人的信仰，通甲咱所敬佩的马介牧师同款，
是用祈祷来向上帝呼求，是互咱对上帝的信心会当领受扶持甲帮助。我要强调，马介牧师留落来迄个水的信用的见证，通应该是正做淡水教会世世代代学习，求你帮助我上帝，是用一款谦卑的态度去恳求上帝来正做咱的帮助，毋是透过埋怨甲固执来去固守咱的信仰。恳求上帝来正做咱的帮助，咱学习时时刻刻来甲耶稣讲，我的信心无够，求你帮助我。咱的祈祷袂会失落，因为咱的信心帮助咱做信用的个别，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，因为耶稣是咱的弥赛亚，是咱的救主。愿上帝来正做咱的帮助。咱三个来祈祷。天父听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上帝你的引带，会当互阮用信心来祈祷，嘛用信心来领受上帝对阮的保守。天父上帝，阮求你的圣神来甲阮同在。引带阮经历着上帝你的大恩，就那亲像阮所念的圣诗，祈祷的时，即时极好共款。因为上帝你的圣神要运行伫阮的中间，正做阮的帮助。但阮将阮的一切拢摆咧伫主你的手中，因为只有上帝你知阮的软弱甲欠缺。也只有上帝你知，阮的软弱甲需要。但阮将阮的一切摆咧伫主你的面前，恳求上帝来带领赐福，嘛帮助阮伫150周年要来到的时，嘛会向亲像阮历代的圣徒共款，通过祈祷来呼求上帝，恳求上帝来正做阮的帮助。阮安尼祈祷。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